欢迎收看富强晚间新闻，我是主播夏佩伦，我是主播穆怡婷。首先带您来关心天气消息，近期热浪不断，各地气温创下新高。本台记者独家直击位于台南市东区的高温热点，让我们来看稍早的访问画面。各位观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教会。刚刚一抵达这里，就能感觉得出来，这里的温度非常的热，我都已经满头大汗了。究竟现场温度有几度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实测看看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场的气温已经高达90度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火热的温度呢？我们来访问一下现场的民众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有觉得这里的温度非常的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觉得超热。超热哈，我也觉得超热。那到底是为什么这里这么热？是因为你妈妈在发火吗？不是，没开冷气吧？没开冷气，没有开冷气，全部都没有开冷气，好凉。那爸爸跟妈妈谁比较爱生气？妈妈，爸爸，妈妈。记者目前找到一名在地居住已久的民众来做访问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吗？哦，你好，我住这已经住50冬啊啦50冬，50冬啦，对，伫这。那你有感觉到最近这里的气温异常的高吗？有啦，我这2-3冬到这拢非常烧呢，我经过这个所在，拢一江风吹过来啊。是什么样的风造成这里的温度如此之高呢？我感觉是圣灵的风啦。我们将画面交还给棚内主播。本台记者深入调查，发现造成高温不断的主因是台南各地区教会皆燃起了复兴的火。富强教会今年欢庆50喜年，为此特别筹办了长老教会建造复兴系列研讨会，主题包括小组事工、祷告事工、圣歌队以及敬拜赞美等等，内容非常的丰富。不仅与众教会分享富强教会从神领受的美好丰盛属灵产业，也让富强教会的会友从中再次得到激励和造就，承建使命，继续向神奔驰。富强教会50喜年系列活动，除了关心会友灵命建造，也重视大家身体健康。从去年开始举办各项体育活动，如排球、篮球、羽球等，更在今年6月组成教会首支龙舟队——耶和华沙龙舟队。由基甸牧区及提摩太牧区的男性青年所组成，他们秉持着基督舍己的心，不争夺那会朽坏的冠冕，因此在首轮及4轮赛事皆以分毫之差惜败对手。没错，不过经过这次的备赛和训练之后，耶和华沙龙舟队的20位队员皆在身形上有着极大的增长，如同他们的灵命一样。本台更独家掌握，耶和华沙龙舟队限定月历确定将于今年推出，早鸟优惠更将加送队员特典小卡，售完为止，如欲预购，请洽办公室的干事。接下来带您关心娱乐圈的重磅消息。LKK 娱乐继富强 F4之后，时隔17年，再度推出全新男团 AGE64，主打60加男子的成熟魅力。预告将在8月推出首发单曲，让粉丝们都非常期待。接着将镜头转到国内，富强教会在今天下午于台南文化中心举办50喜年音乐感恩礼拜，现场有近1000位牧长及弟兄姐妹共襄盛举，欢庆教会生日。聚会当中有圣歌队及管弦乐团音乐服饰，用美妙歌声来赞美神，以及历史剧的演出，透过戏剧回顾过去到现在种种的恩典足迹，更有来自牧长们的祝福与勉励，期许教会在上映的带领当中持续前行。整场礼拜充满温馨感人的气氛，也在众人祝福中圆满结束。紧接在音乐感恩礼拜之后，富强教会在长荣桂冠酒店举行盛大的餐会，席开91桌，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们现在就将画面交给在现场的特派记者。